馬太福音18、19節咁樣講到，耶穌講係講你兩沙在世間裏合作同意，一條心禱告，你討買東西，上帝能夠答應俾你，天父能夠答應俾切家，阿薩切家兩公婆合作同心。一隻用嘅結團一隻心嚟禱告嚟合作，上帝在天父天堂等能夠答應本隆重兄弟姊妹，阿薩係要同心。嗱，所以呢，自家嘅家庭度呢，係講要多吵鬧、多相拗、多發相之間呢，多拗嚟拗去家庭度呢。得唔到上帝嘅福氣，係咪呢？家庭都係五火合，多吵鬧，即刻做生意都唔得唔到福，做生意都唔冇心想，係咪？做馬雞都唔冇心想，係講是家庭都五火合，係講家庭都火合同一日心，禱告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上帝祝福自家，天父祝福自家。嗱，因為咪呢？呢個馬太福音18至20節咁樣講到。每啲要良心責任強下合作禱告，上帝要才是個重點嘅。嗱，係講兄弟姊妹要合作，強下嚟禱告，強下嚟讚美主，強下嚟榮耀主，上帝要世界，係講上帝要世界而家統齊嚟講啦。嗱，馬嘅福氣上帝就能夠本切家，上帝祝福切家啲平安。福即個快樂，祝福即個喜樂，祝福即個最好嘅恩典。你祝福你做條路順順利利，祝福你做工作要身體健康，祝福即個隆重日節都好嘅。嗱，所以呢，即個就係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上帝嘅恩典嚟禱告給上帝，上帝要聽即個禱告，天父要聽即個嘅禱告，阿薩即個要合作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強下，要集統統嘅心嚟求上帝嘅恩典，上帝能祝福切家，阿門。